我哋係 CoBalance， 我哋相信健康始於專業同關懷，由先進嘅治療設備到舒適嘅環境，每一步都為你嘅身心平衡而設計。長期痛症困擾生活，我哋嘅物理治療結合手法同科技，針對頸椎、腰椎、關節痛等問題，量身定製解決方案。催眠作為一種醫療界認可嘅心理治療法，能夠幫你進入放鬆嘅狀態，去揾返自己潛意識嘅想法，透過潛意識嘅引導，幫你揾返內在平靜同埋自我療癒嘅力量。行動不便或者需要持續護理，我哋嘅上門康復服務等專業治療突破空間限制，守護你同埋家人嘅健康日常。無論係痛症緩解、心靈舒壓，定係居家康復，好平衡，始終與你同行。立即預約，開啟你嘅平衡之旅。